这时咱要来行平安礼。所听兄弟姊妹，咱虽然无斗阵，但是我要邀请咱做伙来为着台湾行这个平安礼。咱要超越这个时空间的束缚，咱做伙伸出咱的双手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你通伸出你的双手，轻轻放伫你的大腿，放伫你的脚。当咱伸出双手的时，咱做伙安尼祈祷讲：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将我心内惊吓，我将我心中的惊吓，我放伫我的手。主，我将我的惊吓看入，放伫你的面前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求你将我的惊吓对我的手中、甲我的心内摕掉。所定的姊妹，你通安尼祈祷。我将我心中的惊吓，我将我心中的看入，主，我全然交伫你的手中。所定的姊妹，咱嘛通伸出双手，咱甲上帝讨。主，当我伸出双手的时，愿你的平安降临伫我的中间。主，当我伸出双手的时，愿你所想事圣神对天降临的能力。通过今仔日牧师对圣经的解说、鼓励，愿你的圣神即时降临伫我的生命中间。亲爱的圣神，请你来！亲爱的圣神，请你来！主，我感谢有了你，我深知你已经踮伫我的家庭的内底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我嘛要鼓励咱，恁会当亲着牧师，将你的双手变过来，咱要来祝福你的家庭。当咱伸出双手的时，咱用祝福来祈祷。主，愿你祝福我的家庭，伫我的厝内要有平安。主耶稣，你是圣羊羔，愿你将你的宝血吸引伫我的厝内，互所有的攻击，无论是新冠肺炎的病菌，以及这个世间所有一切属灵的攻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我斥责伊离开，无伫进入上帝你所祝福我的家庭的内底。主，我奉你的圣名来祝福阮的家庭，所有的大大小小，拢要领受上帝你所赏赐阮的平安。所听的姊妹，咱嘛为着台湾举起双手，咱为着台湾举起双手，因为着咱的厝边有人因有惊吓感染，咱为着咱的厝边来祝福。因为咱的厝边有真侪人，也未认捌咱的主耶稣。所听兄弟姊妹，咱举起双手来祝福台湾，恳求天父上帝祝福台湾，互伊真侪上帝所赏赐地上的爱典乐行。主，愿奉你的圣名来祝福阮的乡土、阮的国家，甚至远远伫世界各个角落，阮的乡亲。愿你的平安甲阮三个伫地，主耶稣，愿你的圣神固守这个国家，互这个国家会通伫你真理中间来成就一个世间所羡慕的一个国家。主，求你兴起你的圣神去做教会，互你的教会真侪稳定的记号。主耶稣，伫这个时刻，我用你的圣名。将阮的国家交伫你的手中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得成，因为国权力荣光拢属伫你所有，到代代无尽。阿门。